現場各位來賓，晚會即將開始，現在有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首先歡迎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黃如康先生上前為我哋宣佈，熱烈掌聲有請黃先生。各位來賓好，我現在宣布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第10屆就職典禮暨會慶晚會現在開始。掌聲感謝黃先生，請回座。今日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一眾重要嘉賓百忙之中蒞臨出席，現在有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逐一歡迎佢哋。首先有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本會永遠榮譽顧問英知名太平紳士 GPS 為我哋擔任晚宴嘅主禮嘉賓，同時熱烈掌聲感謝立法會邵家輝議員 JP、立法會林銘峰議員、李耀培博士。熱烈掌聲繼續歡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黃女助理處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減廢鄭健副署長 JP。掌聲繼續歡迎前立法局議員、港區人大代表劉健儀女士 GPS JP。本會名譽顧問、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太平紳士 SBSJP、SBSMH。掌聲繼續歡迎立法會陳恒鑌議員 BBSJP、立法會林振昇議員，歡迎。掌聲繼續有請永遠榮譽會長張錦輝先生、莊耀基先生、林鴻基先生、周來友先生、陳寶成先生、黃來先生、名譽會長陳偉圖先生。再次有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台上一眾嘅嘉賓以及我哋嘅會長。現在亦都馬上有請本屆陳立仁主席移步上台，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陳主席移步上前。GBS 係劉健儀 GBS 嗰陣時，仲有李耀培博士。好，多謝各位議員，多謝各位官員多謝各位嘉賓多謝各位會長、各位顧問。我哋仲要多謝蒞臨嘅嘉賓同埋業界嘅好友、商會嘅領袖。我哋更加要歡迎我哋親愛嘅會員參加我哋今次第10屆董事就職典禮暨會慶晚宴。今晚嘅節目好豐富呢啲都係當時我哋一班董事員工悉心嘅安排。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我哋今晚多姿多彩嘅節目。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各位，今晚我再唔講點樣為會員服務，點樣同政府部門同議員溝通，點樣去聯繫各商會業界。其實今晚我最想講俾大家聽，我哋商會最重要嘅係傳承，我哋要充滿活力嘅年青新一代，傳承我哋商會服務會員嘅宗旨。我哋要為我哋電池輪胎業嘅第2代搭建更加好嘅平台，俾佢哋發揮所長，加入我哋商會，為會員服務。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各位，
我哋唔係齋講唔做㗎嚇。我就喺呢度介紹下我哋新一代嘅董事，俾大家認識下好唔好啊？我哋有請我哋網絡部部長阿郁漢出嚟，係唔該。我哋有請我哋會員支援部部長佩珊，阿佩珊。好，我哋仲有我哋會計部嘅部長阿子堅。我哋仲有會員通訊部嘅顯章羅顯章。好，我哋多謝呢啲充滿活力嘅人才支持商會，成全本會嘅宗旨，繼續為會員服務。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呢啲年輕人好嘛？最後，我一定要向大家宣佈，我哋非常之榮幸成功邀請到易志明太平紳士擔任本會嘅永遠榮譽顧問。我哋俾啲掌聲，易志明 CBS 太平紳士。好。喺度亦都邀請主席可以一齊移過嚟到台前嘅位置，我哋影張合照嘅。大家，我哋為我哋嘅會員服務好唔好啊？加油！加油！好，我哋開好處姿勢啊，俾我哋嘅鏡頭你都捕捉一下嘅。Thank you， 多謝晒陳主席，我哋幾位嘅會董以及係生力軍，再次熱烈嘅掌聲感謝主席嘅支持。接住落嚟，我哋都非常榮幸邀請到本會永遠榮譽顧問易志明太平紳士 GPS 擔任是次典禮嘅主禮嘉賓。現在亦都有請易太平紳士 GPS 上前為我哋支持。陳立仁主席。各位立法會嘅議員，各位台上嘅嘉賓，各位業界嘅朋友，大家晚上好。喺度咧，首先係感謝主席嘅邀請，等我有機會咧係出席今晚呢個晚會，同各位汽車電池同埋呢個輪胎業嘅朋友係聚首一堂。今晚亦都係適逢商會第10屆嘅董事係就職，我喺呢度咧係藉呢個機會，向新一屆嘅主席同埋各位董事致以衷心嘅祝賀，並且係期望咧各位係繼續團結一致，攜手為業界締造有利嘅營商環境，共同推動行業嘅可持續發展。香港嘅車輛數目係持續上升，雖然嗰個升幅係有所放緩，但係登記車輛已經係達到81萬部。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呢，今年頭2個月汽車同埋汽車零部件嘅銷貨額及銷貨數量都比舊年同期係上升咗大概28%。咁隨住樓市回暖以及係旅遊業復甦，香港經濟環境呢係略有改善，市民嘅消費意欲亦都有所提升。另外，由於預計呢個電動車1換1嘅優惠計劃係會有所改變，車主咧紛紛係趕尾班車，因此咧係推高咗汽車同相關嘅銷售量。雖然現時嘅計劃已經係完結咗，但係喺油價高企嘅情況之下，電動車嘅價格又相對係吸引，相信咧仍然係會有唔少嘅市民咧係會選擇呢個購買電動車嘅。咁為咗應對氣候變化，政府早前發布嘅香港氣候行動藍圖提出咗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以及係全民減廢為4個減碳嘅策略。目標喺2050年之前係香港咧達至到碳中和。其中全民減廢強調係循環經濟，而廢汽車電池同埋輪胎嘅回收再造及轉廢為能咧，正就係配合呢一個嘅目標嘅。香港每年產生超過2萬幾噸嘅汽車嘅廢輪胎。至於汽車電池，除咗燃油汽車嘅鉛酸電池之外，隨住電動車嘅普及化，退役電動車嘅鋰電池數目亦都隨之有所增加。過去3年有大概160噸嘅退役電動車嘅鋰電池。呢啲廢物嘅處理方式不外乎係有3種。第一種係棄置喺堆填區，當然呢個係違法嘅。係都唔鼓勵，當然亦都會係造成環境嘅污染。第二呢，就係出口到去外地，
呢個我個人嚟講係唔支持嘅，因為巴塞爾公約咧都係話，如果本地有能夠回收再造嘅能力，係應該盡量保留喺香港係處理嘅。第三咧就係、本地循環再造，為咗亦都係最為適當嘅方案，透過本地嘅回收再造，既然能夠減少對環境嘅污染，亦都能夠係推動資源再次被利用。咁隨住生產者責任條例嘅框架落實，政府亦都正係同相關嘅業界探討，將廢汽車輪胎同埋退役嘅電池咧係納入喺呢個計劃裏邊，期望喺減少對業界運作影響嘅前提之下，提升回收嘅效率，發揮規模嘅效應，真正落實用者自負以及係生產者嘅責任制。咁為咗配合生產者責任制同埋用者自負呢個政策，預計喺2026年嘅上半年，香港首間喺環保園興建嘅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咧，將會係投入運作，嚟滿足市場對處理退役電動車電池嘅需求。另外，根據政府表示，現時本地咧每年最高可以處理超過5萬公噸嘅廢輪胎，呢一個遠遠高於我哋現時所生產嘅2萬幾噸嘅廢輪胎嘅。咁喺呢度咧，我都要喺多謝咧，我哋業界有好幾位嘅朋友好熱心，過去10年同你哋一齊努力工作，咁終於咧我知道呢兩間有一間已經係開緊工嘅，有一間咧就將會係正式開工。當呢兩間全面生產嘅時間咧，係足以處理香港所有嘅輪胎。我哋都同環保署講，好簡單嘅，以後咧所有廢輪胎不准送去堆填區，就已經解決咗。好啦，咁呢度咧，我係真係恭賀我哋嘅業界喺呢方面做咗你哋相當大嘅工作，都係處理咗咧我跟進咗多年嘅一個社會問題。以往咧，我曾經同汽車業、回收業，包括主席同埋環境保護署嘅代表，係開會討論處理廢輪胎同埋退役電池嘅問題。業界一致係支持加強回收再造，只係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明確政策嘅指引同埋支援。等到業界喺推動綠色轉型嘅同時咧，係保持競爭力。應對氣候變化係全球當務之急，要達至到碳中和，絕對係需要政府、業界同埋市民3方面攜手合作。希望各位業界嘅朋友繼續配合政府嘅政策，積極推動廢物回收以及係資源再用，一起為香港打造更綠色、更可持續嘅未來。最後喺呢度係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今晚盡興回歸，多謝大家。熱烈掌聲感謝葉強明紳士 GS 嘅指導，麻煩你過嚟到台前中間嘅位置接受本會嘅紀念品以及係委任證書。與此同時都有請陳立仁主席上前代表致送紀念品以及係頒發永遠榮譽顧問委任證書。有請兩位繼續留步，我哋再補多一張合照。非常之感謝我哋業界共同嘅努力，亦都逐漸見到顯著嘅成果。Thank you， 兩位可以先回座。緊接落嚟嘅時間，亦都有請大家一齊以最熱烈嘅掌聲，我哋準備邀請下一位嘅致辭嘉賓。熱烈掌聲有請立法會邵家輝議員 JP 移步上前為我哋致辭。掌聲有請邵議員 JP。尊敬嘅陳主席 Miss 劉奕山李 Sir， 各位議員同事同埋處長各位嘉賓，大家好！非常之高興咧出席貴會10週年嘅慶典。其實同貴會結緣嘅原因咧，我記得應該就係喺疫情嘅時間。如果大家記得疫情咧，嚟臨香港，當時候最早咧推出一個嘅叫8萬蚊零售應急錢。就係俾好多零售嘅行業咧，嗰陣時我哋即係我非法零售界嘅代表咁，希望可以支援當時候嘅業界。咁我記得政府當時候推出啲8萬蚊零售應急錢咧，咁啊揀下邊啲公司係邊啲公司係不能受惠啦。咁啊喺個會上面咧，其實佢哋係覺得咧輪胎咧其實就應該唔係零售嚟嘅，咁啊所以佢就唔想俾即係貴商會所有你哋嗰啲嘅會員。咁啊點解咧？因為佢話覺得你哋咧就唔係賣嘢。
你哋係幫佢裝上去，其實係一個服務業嚟嘅。咁當時候咧，我知道你貴會嗰扎嘅會董當然就非常之憤怒啦。咁啊，成日揾住我，同我講話唔係喎。咁我自己個人我都覺得其實都係唔係嘅，因為你事實上你哋係賣輪胎同埋賣電器，只不過問題就係、當架車揸到過嚟話你賣個輪胎俾佢，佢唔可以自己裝噶嘛。佢唔可以走去買杯嘢飲或者買嚿擦紙膠咁當佢自己攞走，佢輪胎一定要裝上去，只不過你係幫手提供埋個服務，所以其實你哋係零售。所以到最後尾咧，即係你貴會努力啦，咁啊我繼續捉住政府去拗啦，咁政府其實都好咁啊將你包含埋，就係喺嗰個8萬蚊零售價錢。咁上一次咧，咁其實即係要感謝你哋啲會董，佢哋好努力去爭取同嗰位會員嗰幾百間，大家就即係有所得着啦。咁嗱，自從嗰次之後咧，咁繼續同貴會非常之密切聯繫。咁阿陳生咧，每當即係大家如果喺路面啲鋪咧，如果突然之間政府無端畫咗條雙黃線喺你門口啊，唔知咧整個咪標喺你門口咧，係無端端嘅，咁啊直接影響到咧，其實你換胎根本你換唔到嘅，因為你架車你要泊埋你個位先得噶嘛。咁你會有啲咁嘅情況咧，阿主席啊、副主席嗰啲又會走嚟揾我啦。咁我喂，突然之間嚟我咁點算咧？畫咗或者準備要畫，咁啊其實我都感謝運輸署啦，即係其實都好。每一次我收到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同佢哋去理性去討論，同埋當區民政事務處大家去商量，喺一個交通安全環境嘅情況之下，點樣又要令到啲人真係做得到咧？因為大家輪胎同埋電器行業喺香港咧係必須嘅行業嚟嘅。如果你哋唔係18區度都有話，突然之間有人爆條胎咁點搞咧？唔通全部都要擺晒過去新界區先至做到，冇可能。所以你哋係社會上面非常之重要一個環節。所以政府亦都明白咧，所以每當有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佢都會恰當地咧，其實每一次去處理呢啲。咁我歡迎咧，貴會繼續有啲咁嘅 case， 大家繼續交俾阿主席佢哋啦。咁啊主席會揾我哋，咁我哋會幫手去協助啦。咁第三咧就係頭先阿易志明議員都同大家提過，其實近年咧就係關於輪胎回收，即係嗰個同埋舊電器回收嘅法例咧，其實已經喺立法會通過咗㗎啦。咁啊今日助理處長咧喺度。咁嗱喺當日咧，其實通過呢個條例環保條例咧，不單止咧係關於輪胎，其實主要係講緊塑膠回收。不過塑膠回收嗰個環保條例當中係包括埋你哋喺裏面咁解啫。咁但係其實第日你哋嘅膠胎回收其實用咩方法，同埋電器嗰個嘅電池回收用咩方法咧？其實係未曾傾好嘅。所以如果大家你留意上一年咧，其實我哋傾呢個法例嘅時候，我哋同政府就講啦，我話你哋而家你話立咗個大框架，你個細緻嗰個嘅膠輪胎同埋嗰個電器回收嗰個方法，你都未能傾好話咧，你唔可以先訂立後審議嘅，即係話咧，你要同我哋翻嚟傾咗之後，你先可以將個法例擺上嚟嘅。如果唔係，就好似上一次嗰個，大家記得好似有個船帶嗰單嘢咁樣啦，係咪咁嗱？所以我非常之感謝環保署啦。咁其實佢聽完我哋同埋即係貴商會非常之強烈嘅意見之後咧，其實你見到上一年其實政府係將佢自己本來諗出嚟嘅嘢，佢自己修改咗。本來係先訂立後審議，話佢改翻係先審議後訂立嘅。其實個意思就係、到第日佢上嚟之前嘅話咧，佢一定會諮詢我哋喺立法會嘅同事。咁我哋都會繼續諮詢大家，睇下點樣去做得好。不過膠輪胎同埋電器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要留心啦。因為其實而家國家嘅發展咧，其實一日千里，即係15規劃咧，其實已經係開局之年啦。大家見到香港其實呢個5年規劃，呢個創新科技啦同埋金融咧係我哋重要嘅環節。咁而大家創新科技亦都係香港重要發展嘅途徑。大家見到而家將來其實去到2030年已經冇電動車，唔係已經冇呢個嘅傳統油車去賣，其實係賣晒電動車。咁而家電動車嘅銷售額咧，因為其實都係我負責嘅電動汽車嗰個環節，其實已經係好大部分都係換電動車啦。所以電動車到第日嗰個電池，好似你而家買緊嗰啲水電嗰個方式係點樣做？第日膠輪胎其實係會點嘅話咧？咁我諗其實貴會同埋各位業界嘅朋友咧，一定要密切去留意住其實嗰個發展嘅情況。咁啊，最後啦，大家其實見到台上面啊，劉健儀、太平紳士同埋易志明議員咧，其實都係我哋自由黨嘅領導嚟嘅。其實航運交通界多年其實都係由自由黨去服務。咁嗱，今年咧其實就轉咗咧俾阿林船長。咁啊，林船長咧，即係其實佢雖然佢係
喺招商局喺船務宏觀個方面嘅話咧，非常之對於國際航運啊各方面佢哋好有眼界，但係對於本地嘅物流啦，即係的士啊或者一啲嘅運輸嘅行業嘅朋友咧，都非常關顧你點解今日都坐喺度。咁我自己都會密切咧同阿林船長一齊去協助啦。喺路上面嘅交通嗰度點樣配合到為大家服務嘅？咁當然我哋交通委員會主席陳恒鑌議員啦，一路都係會配合住各位業界嘅朋友嘅發展，係平衡住市民嘅安全，同埋林振昇議員都係喺勞工界嗰位同事伙計嗰方面嘅關顧嘅話咧，喺業界嘅話咧會為大家發聲。所以大家有任何關於喺輪胎同埋電器行業上面嘅問題嘅話咧，請聯絡我哋所有嘅議員，我哋一定會為大家服務。祝願大家今日玩得開心啲，多謝晒。多謝晒邵議員 JP 請移步到舞台中間嘅位置㗎。咁接住落嚟咧，亦都有請我哋主席可以上前代表致送紀念品，亦都非常之感謝我哋一眾嘅議員啦，係同心協力啦，亦都為我哋啦業界去發聲同埋爭取。多謝大家嘅服務同埋貢獻。再一次謝謝大家最熱烈嘅掌聲，我哋多謝邵議員 JP 請回座。緊接落嚟嘅時間，我哋會邀請下一位議員移步上前為我哋支持，熱烈掌聲歡迎立法會議員林銘峰先生，有請。陳主席、易志明先生、劉健儀女士、邵家輝議員、陳恒鑌議員、林振昇議員，各位嘉賓，大家好。好多謝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邀請我今晚出席就職典禮。正如邵議員剛才講啦，我係今年接易志明先生當選呢個航運交通界議員。咁咧所以我對我正如邵議員講啦，我係航運業嘅。咁咧對陸上交通咧可能係比較有少啲接觸，咁但係咧又多謝易先生嘅坦誠教誨啦，同埋好多嘅幫助啦，咁開始咧就慢慢接觸，亦都好熟悉業界依家依家呢個電池輪胎咧，正如頭先前面幾個嘉賓講啦，我哋有個回收方面嘅問題電池方面咧亦都環保署咧將會推出呢個電池責任制亦都係諮詢過我哋立法會議員，咁希望咧業界方面咧，如果對呢個生產者電池生產者責任制咧有啲咩要求有啲咩想意見咧，可以隨時揾我哋議員頭先幾位議員咧都係好落力去幫手大家嘅，咁祝願我哋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業務蒸蒸日上會務興隆，多謝大家。多謝林議員嘅支持，亦都有請林議員留步嚟到舞台中間嘅位置，我哋再次邀請陳立仁主席代表致送紀念品，亦都感謝林議員百忙之中嚟臨出席同埋支持。咁透過今晚咧，相信都可以同我哋業界唔同嘅代表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交流。Thank you， 兩位可以先移步就座。再次多謝兩位。接住落嚟，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李耀培博士上前為我哋支持，熱烈掌聲歡迎本會永遠榮譽顧問李博士。陳立仁主席、各位董事會成員、業界嘅先進、各位嘉賓、各位議員，大家好。今日咧係獲得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嘅邀請。首先，我謹向第10屆嘅董事局全體成員咧致以熱烈嘅祝賀，祝願貴會會務昌盛，繼續引導我哋業界咧乘風破浪。過去幾年咧，香港嘅汽車業界經歷咗前所未有嘅挑戰同埋轉型。傳統嘅燃油車咧，市場正係萎縮嘅。電動車嘅普及嘅速度咧，超過我哋嘅預算。呢個不僅因為香港政府嘅節能
減碳嘅政策推動，更加因為係全球汽車業正迎來一個咧基本性嘅革命即係呢個技術革命。許多朋友都問我一架電動車嘅話咧，冇咗引擎，冇咗波箱，冇咗呢一個我哋叫廢氣系統，佢哋嘅生意咧真係大受嘅打擊。我完全明白大家嘅憂慮，但係我諗下，大家係咪可以用一個倒轉嘅思維去諗一諗？電動車仍然都要行嘅，佢行車嘅時間仍然都係要消耗佢嘅輪胎，因為電動車嘅重量、電池嘅關係咧，比響油車咧係重2/3嘅。扭力嘅輸出係即時嘅，電動車嘅磨損嘅速度咧，往往比燃油車咧係更加快。換句説話講，輪胎嘅更換嘅頻率嘅技術同埋要求咧係會更加高。另外，電動車嘅電池嘅一啲健康嘅檢測、低壓電池嘅管理、電動車嘅摩打要換油、剎車系統嘅維護，亦都最重要4輪嘅定位，呢啲仍然都係我哋而家業界業務裏邊係非常之熟悉，但係只係需要我哋更新我哋嘅知識同埋設備嘅啫。因此，關鍵唔係做唔做，而係點樣去轉型。我鼓勵在座各位同業主動學習電動車嘅維修安全知識，投資合適同埋絕緣嘅工具同埋測試嘅設備。另外，一定係要同呢個電動車嘅品牌同埋咧各大車隊建立好良好嘅關係。我哋要市場知道電動車嘅車主同樣係需要專業、可靠、快捷嘅輪胎同埋電池嘅服務。商會正正就係大家嘅互相支持、分享資料、聯合培訓嘅最佳嘅平台。我希望新一屆嘅董事會能帶領業界，俾政府同埋職業訓練局合作，開辦更加多電動車嘅維修同埋電動車嘅輪胎嘅專業嘅課程，使到我哋嘅從業員可以考取認證，提升我哋行業整體嘅水平。最後，再次祝賀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會慶就職圓滿成功，願各位前輩同埋業界響呢個新嘅時代繼續輪轉前行，胎轉乾坤，再闖高峰。多謝各位。Thank you， 多謝晒李博士嘅分析同埋見解，請嚟匯報嚟到中間嘅位置。與此同時，我哋再次邀請陳主席上前為我哋代表頒發紀念品。希望嚟到正如李博士所講，我哋輪轉乾坤。有請兩位繼續留步，我哋再補多一張合照。熱烈掌聲再次感謝李博士，有請李博士先行會座。陳主席請繼續留步，亦都有請陳主席留步為我哋頒發紀念品俾一眾出席嘅嘉賓。首先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黃女助理處長上前接受。亦都感謝黃助理處長嘅支持同埋出席。我哋一齊望向正前方嘅舞台中間位置 ，Thank you。請回座，請主席繼續留步。
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減廢鄭健副署長 JP。有請兩位望向我哋台前中間位置。感謝鄭副署長 JP 請回座。繼續有請前立法局議員、港區人大代表劉健儀女士 GDS JP。感謝梁太平紳士 GPS 請回座。接住落嚟，我哋掌聲邀請本會名譽顧問、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太平紳士 SBSMH。好，我哋稍稍向左手，係我哋去翻中間少少，冇錯。兩位燦爛笑容望向台前中間。攝影機鏡頭 ，thank you， 感謝梁太平紳士 SBSMH 請回座。接住落嚟，陳主席請繼續留步。下一位我哋歡迎立法會陳恒鑌議員 BBSJP。多謝陳議員 BBSJP 請回座。繼續有請立法會林振昇議員上前接受。我哋都稍稍向中間移一步啊！我哋稍稍向中間，冇錯，非常好。感謝林議員。接住落嚟，繼續有請陳主席留步。現在我哋將會頒發永遠榮譽及名譽會長委任證書，有請各位永遠榮譽會長稍移玉步嚟到台前嘅位置，接受委任證書。熱烈掌聲歡迎永遠榮譽會長張錦輝先生，永遠榮譽會長莊耀基先生。永遠榮譽會長林鴻基先生，熱烈掌聲繼續有請永遠榮譽會長周來友先生，永遠榮譽會長陳寶成先生。永遠榮譽會長黃來先生，有請咁多位我哋一齊留步喺台前嘅位置，我哋會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咁有請咧主席為我哋代表頒發，我哋仲有一位黃來先生。好，我哋咁多位手持手中嘅委任證書咧，亦都可以稍移玉步向左邊一步啊，向左邊再踏多一步，再向左邊一大步，非常好。我哋一齊望向台前大會攝影鏡頭。多謝咁多位可以請回座。繼續有請熱烈掌聲歡迎副主席張家輝先生移步上前，為我哋頒發委任證書與一眾嘅名譽顧問，有請張副主席上前。張家謙先生，有請張副主席。首先，我哋會邀請第一組嘅名譽顧問上前接受委任證書，熱烈掌聲歡迎何義德教授 MH。陳福祥教授，請上前。繼續有請董清良先生、鄧永漢先生。好，我哋可以向左邊移步一大步。好，我
我哋咁多位可以望向台前嘅位置，我哋大會攝影機嘅鏡頭。Thank you。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張副主席繼續留步，亦都邀請第二組嘅名譽顧問移步嚟到台前接受委任證書。掌聲歡迎蔣志偉先生、劉俊偉先生、林慶昌先生。亦都有請張家軒副主席為我哋逐一頒發委任證書。好，我哋一齊影張合照。繼續有請張副主席留步，緊接落嚟我哋再邀請名譽顧問移步嚟到台前接受委任證書，包括羅少雄院士 MH、文婉玲女士、羅國明先生，有請三位上前接受，三位可以一齊移步上前。好，我哋亦都向左手邊一步啊，非常好，我哋眼神可以望翻嚟前方嘅位置，可以將你哋嘅委任證書面向鏡頭，非常好。Thank you， 張副主席亦都可以先行會座 ，Thank you。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都有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籌備委員、召集人黃如康先生再次移步上前。為我哋代表頒發委任證書與一眾嘅名譽顧問，有請黃生。第一組嘅名譽顧問有黃建文先生、李青青女士、狄廣生先生，歡迎三位。我哋三位一齊影張合照嘅，連同黃生一齊。好，接住落嚟，我哋四位一齊啊，可以稍稍向左邊移一步，稍稍向左邊移一步，非常好。多謝咁多位，亦都有請黃召集人繼續留步嘅。緊接落嚟，我哋邀請第二組嘅名譽顧問上前，有請鄭文輝先生、李恩昌牧師、鄧寶山先生、温文田先生，有請四位上前接受委任證書。我哋仲一齊可以上前嘅。亦都請黃生可以繼續留步喺中間嘅位置。咁多位企埋中間少少，我哋眼神望嚟台前位置。盡量照容望向台前中間位置。恭喜晒！咁多位請移步就座。緊接落嚟，我哋再邀請主禮嘉賓易志明太平紳士 GBS 移步嚟到台前嘅位置。亦都為我哋本屆新一任嘅主席以及係全體嘅會董進行宣誓儀式，熱烈掌聲歡迎易太平紳士 GBS。現在亦都有請陳立仁主席連同全體會董上前宣誓，有請咁多位移步嚟到台前位置。有請我哋現場咁多位嘅來賓，一齊將注意力投放喺我哋舞台位置，見證住呢個簡單而隆重嘅宣誓儀式。好，大家準備啦！本人願意在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就任期間盡心盡意履行各人的職責，
並幫助同業發揮守望相助精神。此誓。好，恭喜晒！熱烈掌聲祝賀汽車電池輪胎業商會第10屆各位會董。現在有請主禮嘉賓益太平紳士 GDS 陳主席連同全體會董繼續留步，我哋將會頒發當選證書。馬上有請新任陳立仁主席上前接受證書。接住落嚟有請兩位副主席踏前一步，分別有周來添先生、張家謙先生。隨後亦都有請全體會董逐一上前接受證書。首先有請陳志明先生向前踏一步，梁永南先生、陳錦章先生、鄧繼光先生。掌聲我哋繼續祝賀謝佩珊女士、杜偉光先生、黃如康先生、陳旭漢先生、黃顯章先生、陳漢輝先生，連同謝連成先生一齊上前接受。呢個時候亦都邀請極太平紳士 GDS 可以移步嚟到我哋舞台正中間嘅位置，連同我哋一眾新一任嘅主席、全體會董一齊影張合照。現在有請我哋各位主席以及會董向前一步，向前踏一步。大家可以展示手中委任證書，望向我哋正前方嘅位置。恭喜大家正式當選！再一次熱烈掌聲祝賀新一屆嘅會董。現在我哋有請主禮嘉賓益太平紳士 GPS 陳主席、全體會董請回座，感謝各位。呢個時候亦都有請我哋台上咁多位嘅嘉賓繼續保持就座，我哋將會邀請大家同我哋一齊影張台上嘅大合照，麻煩我哋嘅攝影同事請準備。好，大家笑一笑，影張大合照。有請我哋第2、第3排嘅咁多位會董啦，可以盡量喺頭與頭中間嘅位置，爭取見到我哋攝影機嘅鏡頭。好，現在我會邀請第3排我哋企起身啊，第3排企起身，冇錯。第2排我哋保持就座嘅，第1、第2排保持就座。係啦，第3排如果你手中有呢個當選證書，亦都可以手持當選證書，面向我哋鏡頭嘅位置，我哋一齊邀請大家影張大合照。我哋先嚟望向正前方位置大會嘅攝影鏡頭正中間位置，燦爛笑容啊！我哋可以將當選證書擺喺胸前位置，非常好，感謝各位嘅配合。接住落嚟望一望我哋左手邊呢邊嘅鏡頭，再補多一張嘅左手邊呢一度，翻中間位置，我哋補多張中間前方。好，我哋右手邊再補多一張嘅。保持燦爛嘅笑容，連同我哋呢度手機鏡頭都可以捕捉一下。再一次接受大家最熱烈嘅掌聲，第10屆就職典禮圓滿成功。再一次感謝咁多位嘉賓蒞臨出席同埋支持。現在我哋有請本會陳主席帶領主禮嘉賓以及我哋第1排前排嘅嘉賓，可以從舞台中間嘅樓梯移步到台下休息嘅。首先有請我哋前排咁多位嘅嘉賓正式移步就座。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邀請中排同埋後排嘅嘉賓，可以透過我哋舞台兩側嘅位置移步到台下休息就座。